我同大家去睇睇呢篇嘅詩篇。呢篇詩篇咧係詩篇73篇。我之所以講咧，就係因為最近我好多次重複去讀呢篇嘅詩篇，就好想同大家去分享我喺裏邊一啲嘅領受。咁大家手上邊都有聖經，用嘅係和合本修訂本。嗱，我哋點樣睇咧？因為冇 PowerPoint 啦，所以我係會將佢分一段，我哋一段一段嚟讀，然後我一段一段去解釋。呢篇詩篇咧，我哋讀起上嚟咧，初初咧係好唔舒服嘅。但當我哋再睇多幾次，一路睇落嘅時候咧，我慢慢就將一啲領受同大家去講咧，呢篇詩篇裏邊嘅意思係好豐富，而且係好美麗。呢篇詩篇係亞薩嘅詩，我哋先讀頭3節啊，我哋一齊讀喺大家聖經裏邊啊，我哋好少讀喺聖經啊，所以今日真係好好啊！我哋一齊讀1到3節，我哋一齊讀。神實在因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，至於我的腳幾乎失閃，我的步伐險些走偏，因為我嫉妒狂傲的人，我看見各人享平安。好，嗱，詩篇一開始，亞薩係講乜嘢咧？好 plain 嘅，我哋就咁睇。佢上帝實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嘅人。嗱，跟住第2節咧，你就發現個語氣係矛盾嘅。上帝恩待以色列嗰啲清心嘅人，跟住佢話自己啦。佢話自己乜嘢？佢話至於我嘅腳幾乎失閃，跌倒啊！失閃即係滑啊！嗱，上帝恩待以色列嗰啲清心嘅人，好正面嘅係嘛？上帝恩待教會，恩待好多嘅人，但係我呢唔係，我幾乎跌低，我幾乎跌死，我嘅步伐險些走偏。呢個嘅所謂走偏，即係滑倒，係講乜嘢咧？就係講你控制唔到嘅。今日落大雨，你出去你跣低踩到蕉皮，嗱，嗰啲唔係你想嘅，亦都唔係你計劃當中嘅，係意外。你會唔會覺得呢個詩人想講啲乜嘢咧？一開始佢就好正面，上帝恩待嗰啲清心嘅人，但我咧就唔得恩待，而且我仲係會跌低，我係會有意外，會係踩到蕉皮，或者我會跣低，或者係走錯路。第3節，因為我嫉妒狂傲嘅人，我看見惡人享平安。咁有啲關係啦。我點解會有意外咧？我點會幾乎行錯路咧？我幾乎點解會失敗咧？佢因為我唔抵得嗰啲人，佢有啲惡人嫉妒嗰啲狂傲、嗰啲驕傲嘅人。我睇見佢哋享平安。因為心懷不忿啊，你知道，如果你成日諗嘢俾車撞死，你都唔知啊，即係好激氣、好委屈，心裏邊成日諗住啲嘢。我幾乎翻唔到嚟香港，你知點解？我喺 Calgary 揸車，你知即係加拿大嗰啲交通燈同香港唔同。呢度咧紅燈咧就一定要停晒嘅，但加拿大唔係紅燈可以走嘅，可以轉右嘅。如果你喺加拿大吓。咁咧就因為嗰邊咧係大家要睇清楚條路，轉左轉右咧，譬如綠燈咧，你可以直去；如果冇車嚟咧，你可以轉左嘅。危險咗呢度啦！嗱，我哋因為有雙讓啊，咁通常雙讓，如果有車嚟咧，會讓佢；唔讓咧就會撞車。如果唔讓咧，會撞，因為紅燈對方嚟講，佢可以轉嘅。冇車佢係可以轉嘅，有車咧佢要俾你過，咁通常咧就唔會有意外。嗰日咧就睇我太太同我傾一啲嘢，咁啲嘢咧就係我好唔開心嘅，即係好氣憤嘅，即係啲嘢。咁咧就按照個 priority 咧，我去到嗰度，
喺轉紅燈之前，即係對面啦，咁佢就應該咧就要剎掣嘅，但佢咧就冇剎掣，咁我咧就轉左，我轉左嘅時候佢唔剎掣，佢會撞我。嗱，啱唔啱？到時唔知，其實我都唔啱嘅，因為我係應該要俾個車完全過晒，就算紅燈都好，佢係有權咁走嘅，我要俾佢過晒，咁我先可以轉嘅。咁佢冇停，咁我就諗住佢會停，於是我就轉咗啦。我諗住佢應該停，如果佢冇停，咁我停佢衝過嚟，爭好少，而且佢開得好快，佢仲有踩油要衝嗰紅燈，咁樣咧就爭好少。我太太嚇到面都青，唔好心懷不平，唔好諗咁多嘢，專心揸車。一個人咧點會影響你咧？如果你喺工作上邊俾人督背脊，俾上司鬧，嗰個衰人佢係升職，你咁嘅氣氛咧，會好影響你工作，你唔會做得好。亞薩咧，佢而家面對一個情況，呢個情況就係佢有意外，佢腳步失閃，佢行錯，因為佢心裏邊一直不平，佢為咗事不平。嗱，應該我哋都會解釋惡人係乜嘢咧？惡人有陣時唔係人哋，係自己，有陣時係自己。嗱，所以你睇亞薩嘅詩咧，你會睇佢一路係鬧緊出邊啲人。第二段咧就係第4到第9節。第4到第9節咧，佢就解釋啦，解釋點解會有咁嘅意外，點解佢會咁嬲嗰啲人。咁佢解釋咧，嗱，你睇合唔合理？嗱，其實咧都好合理嘅。嗱，你試一齊讀第4到第9節，我哋一齊讀。他們的力氣強壯，他們死的時候也沒有疼痛，他們不像別人受苦，也不像別人遭災，所以驕傲如鏈子戴在他們嘅項上，殘暴像衣裳覆蓋在他們身上。他們的眼睛因體胖而突出，他們的內心放任不羈，他們譏笑人，憑惡意說欺壓人的話，他們說話自高，他們的手褻瀆上天，他們的舌毀謗全地。他們呢個就係解釋第3節，乜嘢係狂傲人，乜嘢係惡人？點樣惡咧？你好仔細講，唔係好抽象。咩衰人咧？嗱，點樣衰法咧？呢一班人咧唔單止衰，而且佢享福。嗱，所以詩人嘅憤怒咧，其實唔係憤怒緊惡人，係憤怒緊邊個？憤怒緊上帝，係嬲緊上帝啊！佢唔係嬲緊嗰啲惡人啊！即係喺個城市裏邊，我話知你出邊啲人點樣惡啊？如果有好嘅警察，有好嘅司法制度，你驚唔驚啊？你睇你我得幾耐，2下警察拉咗你啦！你偷嘢，我打個電話即刻拉你啦。但呢啲惡人咧，打電話警察嚟到咧，唔單止唔拉佢，仲同佢一齊飲茶。你嬲唔嬲啊？你呢個城市嘅法律咧，根本唔係保護好人嘅，係保護壞人嘅。你嬲唔嬲啊？嗱，詩人咧，佢表面咧就係嬲嗰啲惡人，但你睇清楚咧，唔係喎。佢話嗰啲人啊，力氣強壯啊，即係嗰啲咁嘅惡人啊，好大隻，佢哋冇病冇痛喎。佢哋死嘅時候都冇疼痛。人即係中國人咧，咒詛人咧，就話你因住後尾幾年啊，你咁冇咁得戚啊，你而家後生冇咁得戚啊，你而家使風有風使盡你，你因住後尾幾年，點解咧？一個相信咧因果報應啊，臨死之前咧唔病你大餐啊，生 cancer 痛翻你幾百日啊，然後咧就啊俾車撞親你，撞你唔死，等你床上面咧又挨下苦。哇！咁你條嘢好順啦，係咪？但係而家唔係，詩人佢話佢到死都咁快樂。但呢個咁嘅壞人，到死哇咁嗰陣時你嬲係乜嘢？
你已經唔係嬲惡人啦，你嬲天冇眼啊，係嘛？上帝好似唔理咁樣啊！所以我讀到呢個時候咧，我就覺得，其實呢個亞薩咧，嗰時佢嬲緊咧，唔係嬲緊好人同壞人嘅分別，佢嬲緊點解如果有一個上帝管理住呢個世界，上帝係可以容許呢啲事情發生，係嘛？嗱，第4、第5節，佢話：他們不着別人受苦，也不像別人遭災。呢啲咁嘅人，佢冇話邊個吓，係總之咧，佢好氣憤嗰啲人，但呢啲人咧係冇報應嘅。第6節咧，佢話：所以驕傲如鏈子戴在他們項上，所以佢哋好招積啊，驕傲彰顯出嚟，哇！點巴閉，殘暴像衣服覆蓋在他們身上。呢個嘅文學嘅描述啦，橫行霸道。哇！不可一世。仲有第7節，他們眼睛因體胖而突出，我都唔好識解啊吓。你話個肚腩好大咁啊，眼就會突出吓，咁可能佢哋啲人即係肥頭耷耳咁樣啦吓。即係以前啲人就係肥就福氣啦，即係今日肥又唔係幾好啦，又三高又成吓，都係報應嚟。今日都肥吓。所以都係要小心，都係以前咧福氣嚟嘅，所以啲人咧好肥，眼睛突出，內心放任不羈。嗱，呢個我明白啦，即係亂咁講嘢啦，即係他們譏笑人，憑惡意說話欺壓人，即係有勢力啊，有地位啦，說話自高，睇唔起人，佢哋嘅口褻瀆上天。嗱，佢唔單止咧係對其他人唔好，佢仲咧係對上帝唔好。即係呢班嘅惡人咧，佢唔單止對其他人唔好，欺壓其他人，而且藐視上帝。佢哋嘅舌毀謗全地，咁當然好誇張啦吓。其實咧，作者喺呢度咧，亞薩就講緊一個圖畫。呢圖畫好多人有共鳴嘅。嗰個共鳴就係點解喺呢個世界上邊會有啲咁不幸嘅事情啊？即係啲咁唔好嘅嘢出現，咁唔公義嘅嘢喺呢個世界上出現，而上天係容許佢出現，並且係容許一個好長嘅時間，甚至咧喺呢一生裏邊咧係睇唔到佢嘅報應，咁佢就唔明白啦。因為咧喺猶太人裏邊咧，佢哋好相信咧就係種瓜得瓜，因果報應，好相信呢樣嘢。因為佢好相信咧背後掌管住呢個因果律，掌管住呢宇宙嘅運行。係嘛？有陣時我哋讀書見到啲同學，有啲同學咧就好似即係唔好勤力咁樣，哇！就考到好嘅成績。不過可能佢夜晚讀書你唔知啦，沙沙塵塵。成日同我講，誒唔使讀嘅，我攞99分啊咁。咁你讀到死，攞49分。咁你話點解會咁咧？咁當然我哋反省啦，可能我哋唔識讀書啦。即係總之咧，有啲人好沙塵，好驕傲，你唔抵得佢嚇，唔知佢點樣嚟嚇？點樣可以得到咁多個嘅即係咁樣好嘅結果？嗱，亞薩咧，頭先我提過，其實佢憤怒咧就唔係單單呢班人，佢憤怒就係究竟背後有冇天理？究竟上帝有冇掌管？今日好多人佢唔肯信耶穌，又或者今日有好多人佢覺得如果真係有上帝，呢個世界就唔會咁亂，所以好多嘅藉口唔肯信上帝，或者好多藉口去拒絕去聽福音，甚至用呢啲嘅藉口嚟到去攻擊基督教。咁亞薩咧喺佢詩篇前邊咧，正正就係有好即係有好難解嘅心結。咁呢個第二段啫。咁跟住落去咧，第10節開始啦。第10節到第14節，嗰度咧提到，就將嗰個嘅不幸啊，同埋佢心裏邊嗰種憤怒咧，就更加深化落去啦。
嗱，點樣深化落去咧？就係好人咧就遭不幸。嗱，頭先都冇講咩好人啊，就係講啲唔好人啫。嗰啲唔好人點樣驕傲，係點樣巴閉吓，即係亂咁講嘢吓，自高自大吓，嚟到去壓迫其他嘅人吓，仲有佢哋咧又唔會受苦嘅啊，好健康嘅。咁而家咧到第10節，嗱，你讀第10到第14節啊，慢慢讀，一齊讀啊。所以他的百姓歸到這裏，享受滿杯的水。他們說：上帝怎能曉得？至高者哪會知道呢？看啊，這就是惡人，他們常享安逸，財寶增多。我實在徒然潔淨了我的心，徒然洗手，表明我的無辜，因為我終日遭災，每日早晨受懲治。第10節咧，呢個係比較難去解，所以我揾咗幾個譯本，我揾翻原來究竟咩意思咧？咁第10節佢話：所以他的百姓歸到這裏，享受滿杯的水。嗱，咁咧就你睇呢一頁嘅最尾咧，享受水有個新嘅翻譯嘅，話譯咧就喝盡了滿杯的苦水。嗱，點樣講都好咧，呢節咧我哋都好難解得明嘅吓。所以他的百姓即係神嘅百姓咧，歸到呢度，喝盡了滿杯的苦水。嗱，咁樣解咧，咁你就可以比較容易啲啦。即係個新嘅翻譯，即係話咧，當呢班人咁樣做嘅時候，咁唔公義嘅時候，咁多嘅壞人喺呢個世界得逞嘅時候，百姓咧喺呢一度係喝盡咗苦杯嘅水。咁呢個咧就係其中一個翻譯。另外咧有個翻譯咧就冇提到百姓。嗱，個英文係咁樣，佢 For this reason they are full of bread and water is even flowing for them。就係講到咧就係呢班人咧，其實佢係得到好多嘅嘢，就唔係講佢係百姓，唔係講神嘅百姓，就係講呢班惡人。就係呢班人咧，雖然佢做惡事，雖然佢咧喺呢個世界上邊啊唔行公義，但係咧佢哋係滿得糧食，仲有咧係有好多水。嗱，喺巴勒斯坦地方水好寶貴，唔同我哋呢度，我哋成日落雨落到好煩啊。喺嗰度好少落雨嘅，水好寶貴。佢呢班人咧雖然咧喺人睇嚟係啲咁唔好嘅人，但係竟然咧佢哋好多食物，有好多水。因此咧，第11節，他們說：上帝怎能曉得？至高者哪會知道？即係你明唔明嘅意思啊？佢做到咁衰都好，佢都好多財富，佢都好多好處。咁即係話，上帝佢哋就話：上帝點知咧？我做乜嘢唔好處？上帝根本唔知道。至高者點會知道咧？因為冇報應，冇因果律，所以咧，佢哋更加嚟到向其他人嚟到去驕傲啦，嚟到去講出嚟啦。咁12節咧，亞薩就話：嗱，呢啲係惡人啦，常享安逸，財寶增多，就回應第10節啦。第10節就係佢哋有好多嘅糧食，有好多嘅水。嗱，呢啲嘅惡人咧。係常享安逸，財寶增多。然後13節咧，亞薩咧佢就自己嚟到去講，佢話：我實在徒然潔淨了我的心，徒然洗手，表明我嘅無辜，好灰心啦。我點解要做落去咧？因為我終日遭災難，每日早晨受懲治。嗱，佢睇翻自己，就覺得自己咧，唉，好委屈。覺得自己好唔好？嗱，我唔知你有冇經歷過咁樣嘅情況。我唔知你睇呢個世界，或者你同人相處吓，喺呢個世界上面有冇見到咁嘅嘢吓？即係有啲人喺公司裏面做嘢吓，即係唔係好誠實，但係咧佢又好得人信任。有啲人咧佢唔應該升職，但係佢又喺你頭上邊。有啲人你覺得咧，即係應該有報應，
唔單止佢冇報應，點解報應係自己？即係個困難喺呢度，所以佢話我做咁多好嘢做乜嘢咧？我表明我無辜係冇意思，因為好似咧上天唔再理，所以由第1節一路直到第14節，佢其實都係問緊上帝：你喺邊度？點解你冇作為？其實佢都問緊，而呢個問題亦都歷代以嚟，直到今日為止，好多人都會問呢個問題：神點解你唔嚟？然後咧，我哋睇第15嗱，因為呢篇詩篇比較長啊，所以我哋要睇快少。第15到第20節呢度咧就進入個核心啦。個核心就係佢要問啦，你一齊讀15到20節，就唔平嘅事難以明白，但係咧喺佢最唔明白嘅時候，佢突然間揾到曙光。我一齊讀15節。我若說我要這樣講，就是愧對這世代的眾兒女了。我思索要明白這事，眼看實係為難，直到我進了上帝的聖所，思想他們的結局。你實在把他們安放在滑地，使他們跌倒滅亡。他們轉眼之間成了何等荒涼！他們被驚恐滅盡了。人睡醒了，怎樣看夢？主啊，你醒了，也必照樣輕看他們的影像。15到20節呢，係一個轉捩點嚟嘅。嗰個轉捩點係乜嘢呢？就首先呢，第15節佢咁話，佢話我若說我要這樣講，就是愧對這世代嘅眾兒女。我要這樣講，就所有人都係咁樣講。一啲唔公義嘅事情，一啲唔好嘅嘢，其實要埋怨嘅嗰啲人，唔係埋怨嗰啲惡人。你記得，佢唔係話點解有咁多惡人，佢埋怨點解上帝唔理。所以其實嗰個嘅針對咧，就唔係抱不平，佢針對而係點解個審判唔而家出現。如果佢係咁樣講咧，就愧對呢個世代嘅兒女，因為佢冇講到個真理出嚟。咁16節咧，佢就話我要思想要明白，眼看實為難，因為係好難解釋。如果相信上帝嘅人而見到呢個世界上面有唔好嘅嘢咧，你好難去解釋，不幸嘅嘢好難解釋。但17節有個轉捩點，不過17節咧要明白咧，你就要讀埋後邊，你想明白。17節咧，佢話直到我進了上帝嘅聖所，思想佢哋結局，然後咧佢就話神實在將佢哋放喺滑地，使佢哋跌倒等等。但你唔好忘記，開始時候佢已經話呢班人係到死嘅時候都冇報應，記唔記得啊？你氣憤喺呢度啊嘛。如果你睇到佢最後係有報應嘅話，上帝係施行報應喺佢身上邊。咁樣咧，你就唔會咁氣憤。但因為喺前面話，佢哋第4節，佢哋力氣強壯，死嘅時候都冇疼痛啊嘛，又唔像別人受苦啊嘛，又唔會遭災啊，而又好驕傲啊嘛，好巴閉啊嘛。好啦，咁點解喺第17節，佢話我進了上帝嘅聖所，就思想嘅結局有咁唔同嘅睇法咧？如果人嘅一生，如果我哋睇呢個世界，只係用呢個世界嚟到睇呢個事情咧，你永遠唔會到答案。呢個係一個封閉嘅，呢個世界係一個困局。因為呢個世界係困局，所以你要喺世界裏邊揾到答案咧，你係永遠揾唔到。改變佢嘅睇法咧，係要從一個永恆嘅眼光。從永恆嘅亮光，佢先至可以睇到有啲唔同嘅睇法。咩叫永恆呢？必須要打破咗呢個現世嘅困局，從上帝嘅眼光再睇翻呢個世界，你就可以明白到究竟上帝有冇去管理呢個世界。
喺呢度咧，我或者要再詳細解釋少少。我哋一個人，就算我哋自己，我哋都冇辦法用返我自己一生去解釋自己，因為咧，上帝睇呢個世界係一個永恆。一個人嘅一生好短，佢所經歷嘅嘢好短，你係冇辦法再用咁短嘅時間去明白佢所經歷嘅嘢。好人遭遇好多災難，有啲壞人可能一生佢都冇遭遇災難。如果冇咗永恆，如果只有呢個世界，因呢個嘅道德律係好難去建立。中國人都話殺人放火金腰帶，修橋補路冇屍骸，係嘛？中國人都睇到呢啲人生經驗，傳道書都有話，作惡嘅唔一定係有審判，作惡嘅唔一定喺佢哋一生裏邊係遭遇災難。做好事嘅唔一定喺呢個世界上邊佢有好報，因為太短啦。如果冇咗永恆，冇咗審判，我哋就完全唔明白點解好人喺世上受苦，壞人喺世上邊係冇報應。所以亞薩喺呢度咧，佢所見到嗰個不平嘅事，直到佢進入咗一個永恆嘅視野，就係進入人嘅聖所，去思想佢哋結局。嗰個結局就唔係死亡，唔係今生，就唔係佢死嘅時候冇疼痛、力氣強壯，就唔係個問題，而係將來面對上帝。所以佢開始咧，佢慢慢佢就開始明白一樣嘢，就係佢哋喺將來所面對嘅係一個好恐懼。因為一個人當你離開呢世界之後，就唔係終結。如果唔係終結嘅話咧，咁你就唔能夠用而家嚟到去衡量啱同埋唔啱，得同埋失。所以個人喺世上面嘅驕傲，喺永恆嘅裏邊，佢哋嘅驕傲就會完全嘅消散，轉眼之間就係一生。你年輕咧，有好多嘅日子。但轉眼之間好快就過去吓，所以而家我過咗幾十年啦吓，入伍啦吓，入伍就跟住登陸啦，登陸跟住升仙啦。你知我講乜嘢？入伍即係50歲啊嘛，登陸60歲啦，升仙就65歲 senior 啊嘛，仙呢 citizen 啊嘛，咁咪升仙咯吓，咁好快嘅啫吓，咁啊入伍跟住登陸。跟住升仙啦吓，咁所以嗰度啲人咧係咪成仙啦吓，好快。我今次翻嚟咧就因為經歷一個喪禮咧，我哋知道黃太過身。過去死亡對於我嚟講咧好遠好遙遠。今次黃太過身咧，俾感覺個死亡好近，因為佢同我一齊成長。我哋由中學1年班做同學，咁之後睇到佢讀書吓，考會考、結婚、生仔，咁就身邊嘅人一個好近離開咗，咁啊死亡好近，一生好快過。所以如果就用我哋一生去評價一生，係唔足夠，時間好短。當我哋進入永恆嘅時候，我睇翻上帝，上帝再睇翻呢個人，咁就會睇到，原來喺整個嘅宇宙係公平嘅，就唔能夠用一個人佢呢一生就作為佢嘅蓋棺論定，佢福氣就係福氣，因為仲未完，生前唔得福。唔表示佢冇福氣，生前享盡福氣，
唔表示佢就唔會面對將來嘅審判。所以詩人話，當佢進入上帝嘅聖所，佢思想到嘅結局，佢就發現，如果一個人面對永恆，係好可怕，好恐懼。一個人如果乜嘢都唔怕，但面對將來如果一個審判時候，嗰個係真正嘅恐懼，真正嘅可怕。20節嗰節咧係好難解嘅，佢話人睡醒了，怎樣看夢？主啊，你醒了，也必照樣輕看他們影像。嗱咁樣解咧，就好似上帝又會瞓覺，咁其實又未必嘅，因為有一個嘅翻譯咧，佢就冇提到上帝嘅，佢話咧一個夢咧醒嘅時候就終結咗啦。咁咧，當一個人醒咗之後咧，佢所發嘅夢咧就會消失晒啊！佢 as a dream when one is awake, they end and they are like an image gone out of mind when sleep is over。就係當個人咧睡醒嘅時候咧，發嘅夢咧都冇晒。你知道發夢好真實嘅，發夢執到錢嘅時候咧好開心，到醒嘅時候你仲揸住。不過咧，當你真係醒嘅時候，就發冇咗，好失落。夢境好真實，但夢境過咗咧就冇咗。人嘅一生，我哋今日睇好似好真實。點解呢啲人唔得報應？嗰啲人點解冇好處俾佢？好真實，但其實好快過去。嗰個唔係最後真實，最後真實就係喺上帝將來，逐個人要佢一生要講翻晒啲嘢出嚟。聖經點講？到將來要將我哋嘅經歷，好似電影咁播放晒出嚟。人體嘅表面，心裏邊有冇人知道？隱藏有冇人知道？就將來就冚唪唥公布晒出嚟。嗰個就恐懼，因為冇人能夠咁面對自己嘅一生，自己所做嘅嘢，其實自己都好怕。咁咧仲未完，跟住咧就到21到26節，呢個係我好喜歡。其實21到26節咧就可以分成兩段嘅，就係21節到第23節。咁呢個係一段。我哋先讀21到23節。因此我心裏苦惱，肺腑被刺，我這樣愚昧無知，在你面前如同畜生。然而我常與你同在，你攙扶我的右手。詩人咧嗰個所描述咧，你會留意咧，佢由外在咧慢慢就描述到內心啦。前邊咧描述到出邊啲壞人啊、惡人。你知道如果讀詩篇或者讀箴言咧，都成日用惡人啊，嗰啲唔好人。咁我哋就要問個問題：乜嘢係惡人？係咪真係一個惡人喺出邊？好多時候其實唔係。係一個借助嘅詞語，表達內心不滿。喺詩篇裏邊，好多時候鬧惡人，鬧到好惡毒，要佢點樣死，點樣成咧？其實未必佢係講緊出邊有一個惡人，有一個你好憎嘅人。其實唔係，係一個影像，係從你心裏邊反映出嚟嘅不滿。嗰啲不滿咧，係講緊一個人佢不平等啊！佢心裏邊好唔忿氣，佢就會將佢係化作一種嘅憤怒嘅對象。嗱，應該我再解釋呢點。21到23節咧，你就開始佢而家唔係再描述出邊啦。佢話因此我心裏苦惱，肺腑被刺。點解咧？就因為佢先前不滿，其實佢不滿上帝。上帝，你點解唔敢？你點解唔敢？呢個人對上帝不滿咧，其實好多時候唔係因為見到惡人不滿，係見到上帝點解你唔按照我心願咁對我？點解我會有佢呢個病？點解我咁努力做嘢，我升唔到職？點解我咁好去讀書，咁唔夠運，答唔到條題目？嗰個惡人其實係一個影像嚟嘅，
個影像咧就係因為人對於上帝不滿，於是咧就話我比佢差咩？點解佢好過我？我做咁多嘢，點解冇人欣賞？嗰啲人就不斷有人拍掌。嗱，嗰個惡人係咁樣影射出去。嗱，佢唔係真係惡人嚟噶，不過你條氣唔順，你就覺得佢個樣咁衰，佢都上位。點解我上唔到位？於是嗰啲就成惡人啦。你明唔明個意思啊？所以好多時候佢一路鬧惡人，其實唔係，係佢覺得上帝對佢唔公平，佢係覺得佢自己盡咗勞力，冇人欣賞佢，於是就化作一種嘅惡人。而家咧，佢開始佢話，當佢明白到原來上帝喺永恆嘅計劃裏邊係公平公義，並且上帝係並冇唔理佢嘅時候咧，佢就話我心裏苦惱，肺腑鼻舌。佢知道其實佢唔係鬧緊惡人，佢埋怨緊上帝，佢當上帝冇道，佢將公義嘅上帝抹黑，呢個就係最大問題。我哋明知我哋上帝係有愛嘅，我哋覺得上帝冇慈愛；我哋明知上帝係公義嘅，我哋覺得上帝唔公平，又借助惡人去鬧上帝。你明唔明我講乜嘢？文學上面係咁樣，其實未必有惡人啊，係借住惡人嚟到對上帝產生唔不平嘅說話。所以咧，佢而家開始明白，佢知道其實佢過火，所以佢話我心裏苦惱，肺腑鼻舌，我即係愚昧無知，在你面前如同畜生。所以當佢翻到上帝嘅聖殿，喺永恆裏邊睇翻上帝點樣去對佢嘅時候，佢知道過晒火。所以佢話佢愚昧嘅畜生，佢咁樣頭先借住惡人鬧上帝咧，佢知道自己真係太過分。然而我常與你同在，你攙扶我手，佢即係睇到上帝愛，上帝並冇唔理佢。然後咧喺24到26節咧，佢有一個好深嘅體驗。當佢離開咗佢自己嘅憤怒，佢離開咗借住惡人去辱罵上帝之後，佢翻去神嘅殿裏邊，佢再去經歷翻上帝愛嘅時候，佢就有24到26節。有一首詩歌都唱，我好中意聽嗰首詩歌，一排我每一朝都聽。我一齊讀24到26節。你要以你的訓言引導我，以後你必接我到榮耀裏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誰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。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，但上帝是我心裏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遠。係咪好美麗？當佢咁樣再睇翻嘅時候，原來上帝係冇離開佢，佢知道唯有上帝係佢所愛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誰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。我嘅肉體和我嘅心腸衰殘，但上帝係我心裏嘅力量，又係我福分，直到永遠。當有人睇到我哋人嘅一生係好快過，肉體同埋心腸衰殘，喺地上邊我哋無所戀，上帝係我心裏嘅力量。而家政制改革咧，有一個好出名嘅人叫譚志源啊，有冇聽過？譚志源嚟我哋教會講過，有冇聽過？幾年前咧，咁佢帶咗個弟兄，姓梁嘅弟兄屬見證，大概係4年前、5年前喺團契嗰度講，分享佢哋點樣喺政府裏邊做事，好大壓力，但仍然係好愛主有侍奉。咁嗰位姓梁嘅弟兄同佢一齊。都係喺禮賢會香港堂成長，咁佢兩個背景好唔同。咁啊，譚弟兄咧就係一路讀書讀得好好嘅吓，咁後來有政府做 AO 做上去。姓梁嘅弟兄咧，即係讀過中學嘅啫，中學5年級啫，多年都冇 Form 5畢業，然後咧就喺入咗政府做好低級嘅文員。
逐步讀書爬上去考試，由一個只係中五學歷嘅人，一路做到統計處最高級嘅職員。呢個弟兄咧，我喺加拿大認識嘅，當時係佢被派去加拿大嗰個嘅稅務局，係做嗰啲嘅核數嘅嘢。喺加拿大咁短時間，佢都把握嚟到去服侍，並且佢要嘗試去教英文嘅主日學，嘗試嗰邊嘅文化嘅學習。呢位姓梁嘅弟兄好好，我同佢後來成為非常好嘅朋友。我翻嚟香港時時見面，互相鼓勵。我同佢講，我話要服侍神咧，最好咧就係你自己都即係讀多啲聖經啊，然後最好服侍就係話語嘅教導。佢冇正式讀過神學，但佢就讀嗰個聖經，佢而家讀咗書，佢自己編寫一個主學嘅教材俾我睇，我覺得非常好。然後佢去鄭州做培訓，即係我哋教會嗰個開嗰個聖經班。佢退休，我走嗰年就係2012年嗰年佢退休，佢大我一年，所以佢早我一年佢退休。佢計劃佢上北歐宣教，佢可以去1年喺嗰度做牧養教會，然後咧佢去繼續修讀神學。好多嘅計劃好好，喺教會裏邊嚟到帶領成個嘅基教部，又做長老。退休之後，我翻咗加拿大，我突然間同佢斷咗消息。我舊年翻嚟，我覺得好想揾佢，我打電話俾佢，佢冇覆我，好少唔覆嘅。過咗1個禮拜，我收個 text， 佢話我多謝你打個電話俾我，佢話我唔能夠覆你。佢因為我患咗種病，叫做運動神經次元症，即係話咧，佢嘅神經線最尾神經線死亡，所以係控制唔到肌肉。當個神經死亡，肌肉就萎縮啦。你知道有一個好出名嘅人叫 Stephen Hawkins 啊，霍金啊，佢就類似咁病，就全身唔能夠喐。佢話當我走嗰年，就佢退休嘅第一年，嗰時佢都唔知嘅，直到有一日，佢突然間行路跌倒，唔知咩事。佢喺教會仲係教緊主學，仲係做長老。然後個醫生就診斷呢個病係冇得醫嘅，而且係一路衰退，到最後咧佢唞唔到氣，呼吸唔到啊！即係佢唔能夠再控制肌肉，窒息而死。佢用電郵打俾我，就話好想見我。於是我就舊年12月去探佢。佢係一個好健碩嘅人，談笑風生。但我見到嘅時候，個樣變晒，因為嗰啲肌肉收縮，講嘢唔清楚。我聽唔到，佢講嘢聽，佢咧亦都寫唔到，佢咧就只係即係用手指篤嗰個機，打啲字出嚟俾我睇。當時咧我好難過，其實我真係好難過，因為佢係諗住退休可以全時間去侍奉神，無緣忽界周圍去。但係就退休時候，突然間就有咁嘅病，而且呢個病咧係令到佢連翻教會都翻唔到，佢坐輪椅去唔到香港，就喺樓下一個最近嘅教會推佢過去，講唔到嘢，打唔到招呼，甚至個眼球轉動都困難。當時我好難過，我為祈禱我好難過，即係我見到個樣我好難過，但係佢同佢講，佢話你唔好難過，佢話我心裏好清朗，
佢心其實佢思想係好清晰嘅，係講唔到啫。上帝佢我等緊同上帝相處嘅日子，佢而家咧其實已經係同上帝相處正在相處當中。佢唔係好清楚，唔係好清晰。不過咧，我睇到佢一路笑啊，有笑容。嗰刻我就感覺到，原來人嘅生命啊，即係人嘅身體嘅生命，你真係冇辦法解釋。嗱，喺旁邊人係睇係好難過。當時我同我太太去係好難過，但後來我再諗翻喺佢自己嚟睇咧，未必咁難過。雖然佢做唔到啲嘢，點解呢？因為佢講一句，佢話我此生無悔啊！佢話我呢一生冇後悔，冇遺憾，亦都唔後悔。佢話我此生無悔，所以我就發現佢好滿足。佢好滿足，因為佢雖然喺人哋睇嚟，而家佢係廢柴一個，要做嘢做唔到，但係佢要做嘅嘢已經做咗，上帝已經接納咗。我就因為佢呢個緣故，我就將呢個詩篇我送咗俾佢。我話我嘅肉體和我心腸衰殘，但上帝是我心中嘅力量，又係我福分，直到永遠。佢點頭，因為我講到佢心裏邊嘢。好多時候咧，呢個詩人咧，佢最初就係即係不平。其實不平未必一個惡人喺出邊，不平就係上帝，你點解咁對我？好似你冇好好嚟祝福我，你冇嚟到對付我，於是咧就化成一個惡人，係嚟到去即係責備上帝。你睇嗰啲人咁樣，嗰啲人咁，嗰啲人其實講緊自己，點解我唔係咁？點解我唔係咁？點解你咁對我？然後佢開始再睇翻，唔係上帝其實唔係咁樣。佢明白上帝嘅愛，上帝嘅同在。其實我哋人做嘅嘢係好少，我哋其實喺呢個世界好快會過去。嗱，你唔好覺得我好消極啊吓，唔係咁意思啊。即係我哋珍惜到有一個時刻就係上帝幾時唔俾我做嘢，我可以寫呢4個字：此生無悔。你唔知道佢幾時寫呢4個字，你仲諗住仲有幾十年，可能神突然間收翻嘅日子。神如果而家收翻嘅日子，你都可以寫我過去所活嘅呢10幾年係此生無悔。呢個就係最寶貴，唔係在乎幾多。人嘅生命你估唔到，但係活到每一刻每個時候，我都可以話我此生無悔。27節到28節咧，因為佢回應翻前邊，我哋讀埋27、28節就結束啦。看啊，遠離你的必要死亡，凡離棄你行淫的，你都滅絕了。但我親近上帝是於我有益，我以主耶和華為我的避難所，好叫我述說你一切的作為。最尾係回應前面就係喺神嘅裏邊就有生命，離開神嘅就咩都冇，親近上帝嘅與我有益。所以任何嘅時間到我呢一刻為止，仍然喺主嘅裏邊，唔好俾自己嘅憤怒，唔好俾自己不平爛咗同上帝，因為上帝所睇嘅永恆，而唔係睇呢一刻。我哋係活到呢一刻，但係我哋要向永恆交賬。願主親自祝福我哋，我哋同起立，我哋同心祈禱。親愛主，我哋感謝你，求你祝福我哋，俾我哋睇到喺我哋嘅生命當中，我哋直到呢刻為止，主，我哋喺主你裏邊，你明白我哋所經歷，你知道我哋生命所有，求主祝福我哋。個詩人所講，在天上
在地上我哋都無所愛慕，只有主。而喺生命裏邊只有你，我哋願意活到此生無悔。求主幫助我哋，祈禱奉主名求。